我嘛是袂当无买册来看到中兴大学一个细个学生半暝啊骑学倒摆要倒转去宿舍，半路互一个正道的人西面路的车弄死。联合大学赶紧发消息，提醒学生囡仔暗时莫出去耍，莫出去乱踅，结果引起到中兴学生会伫咧抗议，因为这个学生囡仔伊是去朋友的厝内互人请，要倒转去宿舍，短3分钟内就发生灾厄，毋是去佚佗。落尾校校嘛赶紧出面回释咧。中兴大学的同学、老师，还有这个罹难的同学的家属郑重的致歉。联合大学校务长出面来回释咧，因为这篇大文，联合大学校安中心透过官网来写，又搁是半暝出去佚佗惹的货，要来做安全的宣导，分享车的新闻。内容是中兴大学一个姓黄的学生半暝骑车要转去租厝的所在的半路中，互一个姓赖，敢若是食溪头面的人驶面路车来弄死，明显甲事实无相共，引起争议。第一时间并没有查明就。把它说成是夜游人或它的字眼上，跟事实是有出入。其实9月底，联合大学有一个学生半暝骑车转去宿舍的路面发生车的死亡。前几天啊，阁有学生半暝发生事故。教官原本是希望会当提醒学生半暝骑车出门要注意安全，减速慢慢骑。但无来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就要紧咧发布消息，互外界有疑虑。联合大学官方的来29号早起9点外来发消息，当一天暗时8点外就随来改正。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发生不幸的事件，所以是再次提醒同学要注意交通安全。联合大学强调，毋是要来骂学生半暝出去佚佗，是要呼吁学生要注意半暝骑车的交通安全，避免造成袂当挽回悲剧。记者综合报道。